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7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民党中常会今日正式定调新北市长侯友宜来拼2024年总统大选，也那民众党伫今日正式提名郭文哲参选总统。当日台湾访问的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公开呼吁西方国家针对台海议题会当结外挂，也呼吁英国爱替台湾加入 CPTPP。台中有一个路口，互朋友翕起来，讲一个妹妹要过车路，所有40多台车拢无要让伊过。国民党的中常会今日正式定调新北市长侯友宜来拼2024年的总统大选，搁再公布3项指标，强调侯友宜拢赢过郭台铭。侯友宜表示要互政党来轮替，也感谢郭台铭。另外一方面，郭台铭是强调会照拼照行支持侯友宜，不过挺郭台铭的南投县议长何胜峰却是向用行政中立做理由宣布退党。本党征召侯友宜同志参选2024中华民国总统。上强人选总算出来，国民党中常会17正式定调新北市长侯友宜竞争2024总统大选。朱立伦讲是用科学数据甲县市长、立委的共同意见决定定调人选。我们要展现破釜沉舟的决心，要参选就要胜选。得到定调的侯友宜表示，台湾社会冲突对立，真侪爱建设必须好好改变。搁三解讲要互政党搁再轮替，也无忘记感谢郭台铭。谢谢郭台铭董事长，为国为民，团结大家一起来打拼的精神。郭台铭伫面册表示，16暗时已经恭贺侯友宜，互人定调，会信守承诺，尽最大努力支持侯友宜胜选。文团会公布，互人定调依据的3项指标，民调不管是党内互比、政党对决，还是3个人参战，拢是侯友宜领先郭台铭。党籍县市首长10个人支持侯友宜，1个人挺郭台铭。党籍立委甲立委提名人22人挺侯友宜，13人支持郭台铭。综合比分，侯51.15，小可赢过48.85。那赢5月20要安排侯友宜甲立委参选人做伙做事，外界的关心是不是邀请郭台铭？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展现一个团结的气势，这个后续，我想我们一定会朝这个方向来努力。不过，就伫侯友宜互人定调的时阵，随传出挺郭派的南投县议长何胜峰宣布退党。去回民进党甲无党也较济啊，所以讲我退出到国民党中立你技术运作我会较好做。虽然国民党确定定调侯友宜，不过安怎整合党内泛蓝甲非力阵营，这也是有真大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伫今仔日确定定调侯友宜，也那民众党今仔日也正式提名郭文哲参选总统。目前总统参选人拢出现，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表示，期待这个选举是良性竞争，也希望对手就要确保主权和自由民主。我今天是很高兴来到政大哈，不过我不得不说，你们很大胆，竟然把政治带进校园。回应学生囡仔各种直接的问题，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积极抢攻少年人的支持，嘛对着流行的大局。这届总统大选，民进党真早就活动，对手的人选即马才全部确定。赖清德伫民进党中常会表示，期待选举是良性竞争，也希望对手有3项体认使命。头一项就是确保主权甲自由民主。这不是一场谁胜谁负的选举，而是一场凝聚台湾共识的民主团结运动。天佑台湾！对于侯友宜要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党团是靠西，为朱立伦到侯友宜，国民党拢提名老炮市长参选总统，新北市民绝对袂认同。民众党中央委员会17嘛正式通过提名党主席郭文哲参选2024总统。民众党讲，对郭文哲个人的魅力有信心，相信伫辩论会有真大优势。但是是不是也有可能跟郭台铭合作？因为嘛无讲真明。那个有关于那个郭台铭先生，他当然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人才。我想柯主席以前也说过，也不光只是针对郭台铭，那跟任何一个那个优秀的人士，只要大家理念相同的话，
我们是都可以合作。郭文天嘛伫面册写文章恭喜校友谊，佮讲校友谊形象真好，伫党甲民间拢有真悬的声望。伊佮囥两个人徛做伙相片，话讲君主之争良性竞争。郭文天嘛要第20举行记者会，说明参选理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当咧访问台湾的前英国首相特拉斯今日发表公开演说，伊呼吁欧洲国家唔通吞吞中国。即欧洲国家呢，若对台湾问题激外挂是无负责任的行为，应该爱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另外，特拉斯也提出经济北约的概念，对抗中国压迫，也呼吁英国政府爱公开表态来支持台湾加入 CPTPP。W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right across the world need to do all we can to support you over the coming years. Your future is our future. 前英国首相特拉斯访问台湾，则是进行公开演说，主题是谈论中国的威胁。甲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讲到，欧洲卖建立台海事务讲法无同。特拉斯认为，欧洲必须避免挑衅中国，并且应该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And I believe it's completely irresponsible for European nations to wash their hands of Taiwan on the grounds that it's a long way away or it's not a core part of our concerns. I don't think they could be more wrong. It is a core interest to the people of Europe. 特拉斯也呼吁现任英国首相苏纳克兑现竞选所讲的话，甲中国列做战略威胁。爱是甲由中共控制空出行医改关起来，甲由香港甲台湾人经营的文化中心来代替，并且应该公开来支持台湾加入 CPTPP。I want the UK to champion the fast tracking of Taiwan's access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key members of the CPTPP. It is also vital that China is blocked from being a member of the CPTPP. 为了对抗中国胁迫，特拉斯也提出不伫未来应建立所谓经济北约概念。不过，中国驻英大使馆是伫官方网站发表声明，批评伊访问台湾是一场政治表演。I think that is a very dangerous idea, that we should allow a totalitarian regime to dictate who goes where in the world. 特拉斯强硬反击中国的批评，另外此行是不是犯了讲依法保护行动？伊讲相信台湾政府知影对台湾人民上好是啥物。中共想要控制台湾的野心，大家拢知影。民主国家应该合作，互中国知影讲侵略台湾会有非常严重后果。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渐渐稳定了后，有风声讲中国要开放台湾的旅客过去观光。中国国台办表示等待好消息。咱台湾的陆委会也讲，两岸来往需要互相开放。也那33会理事长林碧峰表示，目前商业界是风声讲6月先开放商务进出，7月才开放观光旅游。台商款时，伫传出国中国会伫最近开放台湾旅客去中国旅游，为两岸恢复商台的交流放出善意。但是，国台办对这敢若回应讲，爱慢慢啊等好消息。佮问讲，两岸的航点无法度恢复，甲疫情进前是毋是调伫台湾？两岸原有的空中航点迟迟不予恢复这个半掩柴扉这个事儿是谁干的？我们也都一样都还是会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势透过两岸两会既有的机制向对岸来表达。海基会回应讲，海基海检两会即马已经有的公道沟通是正顺。陆委会嘛表态，两岸人员往来必须是对等开放，袂是单方面。工商界发话讲，目前两岸的官方是无来往的阶段，两岸政策会当调整的空间是真大。33会和工商协进会后礼拜去中国，6月有机会开放商务往来。6月可能会更开放，促进商务人士的来往。那么7月可能会更加的鼓励旅游观光的来往，我想会逐步朝好的方向来进行。19年的数字，台湾人一年出境差不多1700万人次，有400多万人次呢是到中国大陆，也就是呢将近1/3。业者的心态来讲，都希望说，在两岸交流上面要多一些善意交流，少一些政治干扰。
对疫情了后，两方是一直会开放团客往来。观光局表示讲，咱是欢迎中国的旅客来台观光，这个立场未改变。但是开放是有关系到对等原则，陆委会会照整体的情势来检讨评估。观光局会配合政策，随时来调整相关的作为。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捷运发生重大事故，引起众人关注。调机关去调资料来看，才发现讲，这台中捷运这2年完全无针对物件走入去轨道的这款状况来做演练。不怪发生遐尼严重的代志，拢唔知影安怎应变。台中捷运一死10伤的重大事故，台中市府认定是意外还好。不过，民意代表调看资料发现，中捷将近2年总计105场实际模仿演练，拢无对这物件侵入轨道状况做过演练，这造成伫整个意外事件应变完全拢走进去。2年当中，他们前后做了超过100次的演习，我们发现他竟然从来没有做过异物掉落、入侵轨道的这个演习。难怪今天在意外发生的时候，整个从行控中心到现场应变人员都没有办法立即来处理这件事情。中捷解说轨道演练，定来包含复合式的情景。去年9月甲今年4月，拢模仿列车障碍物侦测的动作，也有发生5级地震了后，物件落入去轨道的处理方式。去年在9月24号，我们执行了列车障碍物侦测的演练。那今年的4月8号。我们针对地震之后产生的障碍物做了演练，所以这1-2年我们都陆续做相关的演练题目。前立委陈佩维是伫面册质疑现行台中捷运系统2边的禁建限建的办法规定，捷运路线对外16公尺属有禁建的范围，引发中捷事故的工地吊车手大约是40公尺。西规范围已经包含捷运轨道明显违法，审查建造台中市府甲建商拢有责任。台中市府是讲，现行办法敢若规范高空塔吊作业坠落风险，并无监测要求。或者是认为修法无度来包含每一个个案的情景，关键是营造商是不是有真正好好来监督。捷运本身要做维护、叫做修缮的时候，我要不要添车？要不要这个移动式的这个吊车去做？我车站的屋顶面板的维修要啊，那现建那我就不能出这个车子了。你营造商的责任了，建设公司的责任，你是不是在请你的包商下包的在做执行这些业务的时候，你本身包商是不是有确实的去督导？台中捷运公司讲，即阵内吸取100重大事故经验，检讨标准的流程，最近的国在举办轨道障碍物模仿演练，强化应变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食药署今日公布，好事多 Costco 已经落架商品当中验到墨西哥生产的可可兰冷冻草莓，同款有 A 肝病毒。目前敢若回收1400公斤左右，还有1500包，大概是4000公斤，已经互消费者买倒转去啊。这是药署强调，已经要求好事多 Costco 在5月31之前爱报警，说明污染源原因。若准无食，就会甲 Costco 相关产品暂停输入报检。另外，行政院消保处表示讲，已经收到51件消费者的申诉，达到团体诉讼的标准。卫福部也会协助团体争取诉讼的费用补助。好事多每个再检测 A 型肝炎病毒，食药署对5月初开始启动后市场扩大抽验计划，结果伫好事多回收库存的每个产品内底检测墨西哥生产的可可兰冷冻草莓和 A 型肝炎病毒污染。这个产品有效日期是2024年8月初5，总共回收1402公斤，要1513包，大约4115公斤流入市面。它的进货量是1546包，那我们去抽的时候。因为它已经放在这个下架到它的专区去了所以当时的库存量是33包。由好事多进前检出的无合格产品，可可兰综合莓产地是智利，可可兰冷冻蓝莓产地是美国，这批可可兰冷冻草莓是伫墨西哥生产的。过来有动物科医师讲，3款无同产地产品拢被污染，一个感染源也会来调查。污染来源到底是采收，还是在保存，还是在处理过程当中？就是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是水源的污染？就是这个污染源可能还是要厘清啊。
食药署强调，已经要求好事多公司补件来说明污染的原因，并且在5月31日进前提出完整的报告。在完成调查甲改善进程，会继续暂停受理好事多相关产品处理报检。而行政院消保处是讲，进前要一各县市主管机关甲好事多开会，业者同意负担会员的检验费。这阵总共收到51件消费者的申诉，达到团体拍官司的标准。卫生部也协助团体争取拍官司费用补助。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即马伫路口掠这轿车、乌多摆无要让过路人，警方是掠真严，不过效果却是真有限。就有网友伫网络抛出一段影片，讲车闸伫台中西屯一大路口，就一个妹妹要过车路，妹妹徛伫路边等要1分钟，经过40外台轿车、乌多摆，拢无要有人停落来让伊过。这警官基金会就表示讲，囡仔伫车路顶头相对较弱势，交通环境抑个安全教育。台湾也有改善的空间。这台汽车驾驶放慢速度，因为注意到路边有一个查某囡仔要过车路，伫路口停落来。啊，不过后壁的车也是一直驶过去，无停落来礼让。时间约要1分钟，算一日经过的汽机车差不多40外台，查某囡仔完全唔敢过车路。这件代志发生伫台中市西屯路甲丰运5巷仔口。这个所在虽然有设马条线，啊，不过无青红灯。那囡仔连大人要过车路，嘛拢唔敢过。后来会东张西望，赶快过马路。走到一半啊，车子底下徛伫中就危险的对不？啊，伊嘛不爱让我们先过去啊。附近的民众讲，因为无青灯管制车流，敢来当家己注意车。虽然警方最近加强执法，不过也是真侪驾驶人无礼让行人。监管基金会是讲，行人尤其是未成年的囡仔，是车路相对的弱势，应该加强自我防护教育。是不是把手高举起来，然后能够是左看右看再左看？可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有一个概念，也就是要停让行人，而不是礼让行人，应该要停让行人。不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台中市6分局统计，为5月7日加强执法到今，路口无停让行人处地案件都有124件。未来还会继续加强执法。啊，不过监管基金会是认为，改善交通环境甲用路人互相尊重，行人的安全才会当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好气就会生财，那急气就会烧台。最近这台北市有一间咖啡厅，因为有这上架消费金额规定，和人客发生纠纷。这人客也伫网络顶头用一粒星的评价来表达不满。事后店家无成沟通，就去网络顶头找这个人客的名声甲相片，甚至佮家伊的个人资料公开伫社群媒体顶头，佮用话甲伊口说。即摆这人客要用官司来解决争议咯。今日咖啡厅点咖啡来啉，店员提醒讲内容有上架消费，有时想讲买一个饼，店员讲无买，人客规去皮包摕起来啉咯。双方闹甲无爽快，这查某人甲迄天消费经验写伫 Google 评论区留下1星负评，讲店头的品项无齐全，拒绝过去消费。不过这言论引发业者不满，事后去搜寻人客的面册甲 IG， 并且公开来公布。业者伫商用社群连续50篇限时动态，看到人客各种相片，连亲戚朋友相片嘛有，也佮配着滚酸树口水纹理，互人安尼做，造成陈小姐出现心理阴影。已经严重影响我跟朋友的私生活，我今后踏进咖啡厅、餐厅都会有阴影。我当天晚上连遛狗都不敢出去，然后也会怀疑，就是留下自己真实的心得言论是不是错了。陈小姐为请律师除了提起刑事的告诉，包含妨害名誉、告诉法以外，侵害肖像权、私维权等等，嘛要提起民事的官司，请求损害赔偿。而消保官回应，店头品项有欠少，应该合理的调整上架消费的规定，达到友善公平的消费条件。一般餐饮业法规上面并没有强制的要求应该要用怎样的计费方式，但是店家有义务要清楚的揭露自己的消费条件。实际来到这间咖啡厅是伫台北市大同巷仔内，原本是正常营业的日子，临时关店无开门，打电话予负责人，一个进前也无得到联络。其实真侪现代人到餐厅消费了后，会留下评论，表达介意还是无介意。若是对着加分的评论，店头有疑虑，到底是要做较好咧？今天这个人他的发言已经不是一般的
自由言论保障的评论，而是有点侮辱或是骂脏话、三字经，会有妨害店家名誉的问题。律师强调，除非店头遭受侮辱、恶意抹黑、牵涉妨害名誉，会用提告。不过，敢若评价制度不合理，需有言论自由保障，无多顺法律途径来解决，建议用发声明、恢复留言这方式来表达立场。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这泰国民主改革派伫即届大选摕超过60%的选票，不过军政府修改了后的议会制度呢，可能会予新政府出现变数。受到政治追杀流亡海外17年的前总理戴克辛，16日就透过视讯会议来恶落前进党利用社群媒体造势，而且伊也呼吁年老的军事将领就要有尊严的退休，唔通搁再扰乱政治啊。泰国政坛稍后第二大党为泰党背后的总驾临前总理戴克辛16日出现在语音社交 APP Clubhouse 一场讨论会。戴克辛讲，即摆选举前进党的大胜，证明社群媒体也有 UGC 的行销，也就是使用者原创内容的竞选模式，用来进行开真侪钱买票的传统手法。ของก้าวไกลเนี่ยเขาใช้ UGC เนี่ยนะบนแพลตฟอร์มของ TikTok เพราะว่าคนรุ่นใหม่เล่น TikTok เยอะแล้วก็เมมเบอร์ของ TikTok เยอะมากที่สุดมันก็เลยไปเร็วก็เลยกลายเป็นเขาเรียกเป็นออร์แกนิกหัวคะแนนแบบออร์แกนิกอะหัวคะแนนแบบธรรมชาติไม่ต้องใช้เงินใช้ทองอะไรมากมาย戴克辛2006年和军方游落台流亡海外17年，伊讲敢若是处在一个大型的家家内底，伊并且讲计划7个月回国，无论是毋是入教，伊拢准备好要面对一切。戴克辛也呼吁已经年老的军事将领应该爱有尊严来退休，莫搁再来扰乱政事。民主改革派两大政党前进党甲为泰党，即摆大选伫总席次500席的下议院，摕下292席过半席次，以首都曼谷为例，转属33席，前进党就包办32席。而现任本政府总理帕拉育领导的团结建国党，敢若得到36席，得票率是排名第5。不过，军政府修改了后的议会制度，确实予新政府的调组是充满变数。帕拉育16日伫政府大楼召开记者会，伊向各政党来表达祝福，同时也宣布进入新政府调组的阶段。That Thailand needs to change, and that change has to do with the reform of the military, the monarchy, getting rid of the draft, amending the Article 112 Lèse Majesté. That's what Move Forward proposes, and people chose them yesterday. 前进党领导人皮塔出身富裕家庭，自细汉被送到纽西兰做小留学生。伊对泰国法政大学金融学系毕业，伊搁伫哈佛大学摕到公共政策的硕士，也搁完成理工学院的 MBA。2019年，以未来前进党的身份当选国会议员。党被迫解散了后，伊搁担起重组新党的责任。伊勇敢来挑战军政府，提出像是修改宪法112条，首先防止搁再有政变，也搁支持 LGBTQ 婚姻闭关这政策，拢得到少年世代心。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总统拜登17日出发要去访问日本，参加19举行的 G7 峰会。本地接落来是要去澳洲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局峰会。却因为美国国内可能会引起财政危机，拜登临时取消去到澳洲的行程。本地后礼拜要进行的四方局峰会，就要提早伫个 G7 峰会期间来进行咯。The Quad leaders meeting will not be going ahead in Sydney next week. We, though, will be having that discussion between Quad leaders in Japan. I thank Prime Minister Kishida for his invitation for me to attend the G7, and it is appropriate that we talk. 对2007年开始，每年进行的四方安全对话，由美国、日本、印度甲澳洲组成，主要诉求是维护印太地区海洋自由航行，阻绝中国伫这个区域的军事扩张。会谈有时由各国领袖亲身参加，有时是由各方外交等重要首长来参加。今年非正式领袖会谈原定伫澳洲的雪梨进行，不过美国总统拜登伫出发进前，接甲国会领袖，特别是共和党籍的众议议长麦卡锡这人达成共识，双方拢愿意以提悬上最救济限度的方式来避免财政部长耶伦所讲的6月7日正做联邦政府跳票告急的日子。We only have 15 days really to go. We've got to find a way that we can curve our spending, raise our debt limit, and also grow our economy. And the president agreed to
appoint a couple people from his administration to sit down and negotiate directly with my team. 因此，参观完讲到的 G7 峰会了后，拜登就要赶回去华府主持行政甲立法部门协商，而无都继续去澳洲的行程。另外，同一时间，伫美国国会，瑞国首长也正拍拼撮合两党议员，强调联邦政府免跳票的重要性。We're deepening our ties with ASEAN and the Quad, and I'm pleas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oon provide significant addi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to Taiwan through the Presidential Drawdown Authority that Congress authorized last year. 另外一方面，美国140间大企业的高层也联名写公开配合拜登甲国会领袖，提醒行政甲立法的双方，若是互联邦政府跳票，会严重来冲击美国经济。国际新闻，齐嘉玲编译。那阵咱无法度自由去讲，咱就袂当有自由的思想。这香港实行各项法了后，言论自由就受到影响。就一个政治漫画家尊主伫明报画40年政治考试图，不过对这个月14开始，伊就无要搁画。虽然明报无说明理由，不过尊主认为这就是香港政府施压骨力改结果。不过尊主表示，伊袂停止发声，也袂离开香港。正式连升画外景，无偌久作品就完成。伊是香港著名的政治漫画家尊主，本名黄基军，为港媒明报画漫画已经40年。不过14开始，伊的漫画专栏停止连载。明报无说明停刊的原因，不过外界甲尊主拢了解，认为这是港府施加压力的结果。伊的作品牵涉到中国人权、香港民主运动，也甲中国安怎对香港加强管控。过去1年，互香港政府6个点名漫画内容无符合事實。咁係過去呢大半年，或者過去呢3幾年啦，咁啊比較一個大嘅轉向嚟嘅。咁就報紙咧越嚟越少啦，咁啊對報紙嘅收緊咧，或甚至係出動一啲嘅法律去控告啊呢啲咁，以往係真係好少見到嘅。咁而家就即係非常之強烈啦。2020年，香港實施國安法了後，香港言論甲新聞自由空間明顯縮減。到今嘛已經有6個記者，互人控告涉嫌顛覆甲煽動叛亂這個罪名，互人逮捕。面對管控一直增加，專欄互人停刊，尊主也是表示會離開香港。咁消防員見到火燭走嘅就去唔得噶嘛，咁啊，咁所以話就即係就係做記錄者，咁應該係留低喺度啊。另外一個同款唔驚政治壓力嘅是突尼西亞嘅漫畫家伊的作品大部分喺網絡發表。伊本來是建築師，因為關心環保，甲前任獨裁總統班阿里對搶，現任總統薩伊德上台了後，下入國會權力，互伊無法度過激點點。faisait que par la caricature et l'image, je pouvais effectivement contourner la censure et atteindre surtout un public qui à la base n'était pas porté sur la politique parce qu'il en avait peur ou parce que ça l'intéressait pas. Et donc j'ai constaté finalement la force, on va dire, du dessin. 伊捌用希特勒的形象考死萨伊德，互伊所变做德国政府的死对头。不过，伊是讲家己袂停止运用考死的力量，伊的持续画图互人注意，导致萨伊德政府继续走向独裁。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人讲来神通过过以来看这条新闻，这中国信托商业银行真正有行员涉嫌替诈骗集团洗钱，互人起诉。今麦搁再传出泸州分行一个姓肖的行员呢，涉嫌含诈骗集团交结，增加人口口座会当转销的金额，加一届领钱会当领搁较济。这新北地检署昨也派警方去敲行员伫咧银行座位，也搁伊的徛家，今日中昼裁定行员收押禁见。要把钱领出来。诈骗集团利用车手来提领现金的事件一直出来，警方透过警民合作加强处理。即马诈骗集团规期间脑筋是动到银行行员的身躯顶，之前中信银行才传出讲有行员涉嫌替诈骗集团洗钱，互起诉。即马中信银行的泸州分行，佮传出有行员疑似含诈骗集团结作伙，早检警去伊的位含徛家所在。管理上面就是包括他后面的主管，甚至到分行的经理，在这个部分应该要去做把关。那再来就是说，可能因应诈骗集团，它有一些手法，比如说他可能已经特定跟某个员工有勾结了，那这个部分可能在日常的一个稽查
也是应该要去注意到。根据了解，中信银行这个细小的行员，疑似替诈骗集团提关人头小户的转销和提款的额度，丰收额禁见。中信银行是回应讲，10大有配合警方来做诈骗案件的调查，讲这个案件和公司的营运无关系，对公司的财务业务嘛无影响。收落来嘛继续来配合警方，为着摆好网络银行的约定小户，因为转销紧，金额限制的范围搁宽，变做诈骗集团的目标。金管会嘛要求银行限制这种转销。他要去有他的一套规范，那让行员就是说了解说这个是不能够去侵犯的天条。我想只要你平常有这样的一个落实教育训练还有相关的考核的话，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再频繁的发生。在各大银行阁传出有行员和诈骗集团结做伙，金管会会伫18做回应，只是讲银行业者恐惊嘛是要做一寡因应措施，才会当防止这种事件阁一摆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警方搁再逼出歹代啊！这新北桃园顶县市拢有警察涉嫌和代办业者斗空，甲这吊扣车牌处罚改做是吊销车牌，车主罚单立立的，搁去验车，就当领到这个车牌上路开啊！这个检方侦办1年，起诉有22个警察涉案。不过今年4月，这交通部已经修法了，未来也袂有这款空胖通可能啊！伫半年以上地检署，自去年开始，新北桃园新竹等地有几位警察连续被讯问，因为有代办业者受到租赁公司等车主的委托，几多台车违规被吊扣，希望会当赶紧恢复使用，就涉嫌交给警方开不实的罚单，和吊扣变做吊销了，就让领牌重新搁开。检方伫16警察终结，依照贪污等罪嫌起诉包括22位警察。15位代办业者，一个代检厂的员工，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的违背职务受贿罪、图利罪、伪造文书罪，然后起诉总计40名这个被告。警察开假红单有4种情形，包括无挂车牌违规、停车了超工拆车牌、做不实的处理、车主无实际开车到现场，一个。代办业者用简讯传车籍的资料给警察，直接开单，道理的总金也到4.7亿。伫警界传出重大风纪案，警察两法律的漏空，一边伫咧掠绩效，一边伫咧收回扣。上惊讲这种情形搁出现，交通部也提出方法。立法院也在今年的4月14号3读通过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6条的修正草案，明定必须要把前面的吊扣牌照的处分执行完之后呢，才能够重新来办理领照，杜绝这样子的一个漏洞。交通部表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修法，伫今年4月立法院3读通过，并定牌照若是被吊扣了，若是搁被吊销，也是甲原处分执行煞了，才让重新领牌。记者综合报道。高铁也个总统府顶档为受到炸弹恐吓批了后，即马平湖水族馆也个花莲远雄海洋公园，这2天啊也受到这恐吓批，讲有人要伫咧内面胡乱来伤害民众。当地警方随去现场了解，虽然落尾知影讲这是一场假消息，不过为着民众安全 ，IP 位置也当咧对查。警方伫馆内来回咧巡逻，屏东海参馆16才伫咧官方网站收到炸弹的恐吓批，无想到过当讲17，搁一摆收到恐吓批，讲下晡要入馆，随机伤害旅客，弹火罐，而且要专程线顶放送。警方唔敢大意，这2天拢加派警力在巡，好甲再无虾米状况。地产市搜索管区内未发现有异状，本分局将派遣制服警力及便衣警力加强海参馆出入口的安检。明明是这时，园区的铁门煞拢总有落来，互游客离开。花莲的远雄海洋公园早起嘛收到遥控炸弹的恐吓批，较紧伫10点开始疏散200多个旅客，全部退钱，互警方入来查。工作人员说，好像有人寄信
件。游客是在11点半左右已经全部的清理园区，那园区的员工的部分也是在12点半同步的全部撤离园区。花莲的警方认为讲嫌犯恐吓的手法，和之前几多件政府机构的恐吓案件真相同，恐惊是同一个人做的。通报刑事局做伙来侦办，但是唔拿台湾本岛澎湖的水族馆17早起，便所嘛袂当使用，因为伊嘛收到恐吓批，讲伫便所放高丽炸弹。追查嫌疑犯的幕后 IP 位置，同时呢，白沙警分局也立即加强澎湖水族馆周边可疑的人事物之盘查。这几下的案件目前看起来是讲吓惊尔，但是通机场、高铁和真侪政府机关这单位最近拢互恐吓，互警方唔敢大意，锁定 email 和 IP 的侦办，嘛加强相关地点的巡查，确保民众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看医生唔是找小超市，为了分级医疗，避免民众小镜头走大病院。这卫福部预告要甲这健保部分负担有关。未来若准去到医学中心级数的病院挂急诊，互医生看，这部分负担要750块以上。那再加上这挂号费可能要上1000块。若去到大病院治病摕药啊，这药品部分负担上济收300。这项新制度上紧7月特别实行啊！未来民众看病摕药啊，都要加纳钱。卫福部预告讲，健保部分负担的新制，上紧对今年的7月开始，去医学中心的急诊挂号费加上部分负担，要超过1000。有需要的时候还是要去啊，那个不会因为多了这么一点钱就不去急诊，因为急诊通常就是因为很紧急才要去。小病的话，就地附近的诊所啊。那假如除非是有真的紧急的病的话，真的也是需要大医院。卫福部讲，健保部分负担的新制原本是去年5月就要开始，因为疫情延到今嘛，第一阶段上路急诊的部分，诊所和地区的病院维持150块，医学中心调做750块。另外门诊的药品，诊所和地区病院加计收200，区域以上的病院是调起上限到300。另外慢性病的连续处方签，诊所免收费，其他的病院干那收第一摆，收费的原则是比较药品。新制是否也会变相惩罚去大医院急诊的急重症的病人？对健保的财务的影响并不大了，大概30几亿而已了。推这一个部分负担的用意，主要是说看看能不能尽量来促成一个分级医疗，那大家不要小病就往大医院走。卫福部强调讲，中价收入户和身心障碍者，在新制上路了后，同款是维持即卖的做法。药品的部分负担加计200万签免收，希望互因负担卖较重。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暗时开始，这方面会到为西半部会转做有局部地震雨，或者是雷公雨的天气。也因为这方面不是挺流行的黄霜雨，对水情帮助真有限。目前台南呢有2大水库，闸门水库欠水率是6.5%，南坡水库欠水率是剩18.3%。外界上烦恼的就是政府对水情敢有应变措施呢？经济部的处长林全玲表示，目前有乌对抗可坏水对水情拢有掌握，水钱敢会做调整？目前是等大水公司做评估，目前是无启动调整机制。南部欠水情形，医院经验中，伫758万户用水户内底，公益用水医院占上多。外团政府考虑调整水价来鼓励节约用水，引起各界注意。水价是不是调整？这个水费有调涨的可能，是不是这样？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台水公司有一个评估报告啊，诸如成本怎么是让这个大用户这边可以透过这个累进的一个这个汇率这边去做到更好的节水，我想这个都是需要点时间去分析的。所以评估报告的部分是发现问题，然后做问题部分我们来寻求可能解决的方案。经济部处长林全玲讲，即阵也无要启动调整的机制，严格观察台南2大主要水库脱水率即阵拢增加。南华水库脱水率仅剩18.3%，闸门水库脱水率剩6.5%。统计去年台湾漏水率确实达到13.1%。林全玲讲，今年要拼甲漏水率降到12.6%。对着南部空化情形，政府对水情拢有掌握，要多元应用的方案来对抗。今年南部的水情难关能够度过吗？水情的因应我们有很高度的一个掌握，区域调度，比如说高雄、屏东、台南这边的区域调度，对，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增建很多的抗旱的一个这个水井，那这个部分
在4月底前可以增工大概每日27万吨的这样的工时。南台湾无啥落雨，真欠水，什么时阵才有法度落雨呢？根据中央气象局有报显示，对18暗时开始有方面报道。那整体的天气变化主要还是在明天晚上，随着锋面接近之后，明天的晚上开始，整个西半部地区降雨的状况就会明显的提升，那降雨几率也会变高。受方面影响，拜5到拜6，全台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第二有一波方面挖近台湾，不过这几波的方面拢不是地流型，对水情恐惊帮助无大。记者自综合报道。体育署准备要和科技厂商合作，和退休的运动选手有半导体相关技术的第2专长。不过，台湾运动产业协会因是认为讲，辅导大学毕业的退休运动员去到半导体工厂做一般高中级毕业就会当做技术员，认为这款的计划有较含糊。这几冬来，选手退役了后，除了转做运动教练，有人去加入民间团体，也是去企业做运动指导。为了要让选手会当多元发展，体育署委托高雄大学辅导运动选手投入半导体产业的培训，针对要代表国家参加公开组甲23岁以下分级比赛的选手优先来实施。因为年龄，因为运动伤害的关系，那他可以在这些多年的辅导管道之外，那考虑到斜杠到跨领域到半导体。培训计划按算伫今年4月到民国116年6月，总共有分3梯，一梯就是训练2冬。会先互企业请做技术员，前半冬做基础的在职训练，刷到1冬半是做进一步的在职训练。通过考试就是初级的工程师。不过，台湾运动产业协会理事长施正宪批评讲，叫大学毕业的优秀运动员去做高中级毕业就会当做的技术员，实在真含糊。这个整个是逻辑非常荒谬的，就是说，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如果就算我念体育系哦，我去应征技术员、操作员，基本上都能应征上。那教育部长潘文忠回应讲，会为试办的过程当中进一步来检讨，也会听选手的意见。教育部跟体育署还是会持续的，希望能够让我们绩优的运动选手在退役之后，也能够有最好的职涯的继续发展。教育部表示，希望会当替这寡优秀的运动选手退役了后，提供好的就业发展。不过，施正宪认为，若是会当好好推动体育产业甲体育班的教育，选手根本就免退役了后，再去参加转导的辅导。记者综合报道。保利总队伫台中后里查到一个姓吴嫌犯，伊偷接电来乌虚拟货币，这半年所用的电脑换做是电钱，大概是500多万。也因为即马虚拟货币较无值钱，只有赚到100多万尔。嫌犯目前已经去向医生法办。主机顶悬插着8张显示卡，安尼挖矿主机平均一礼拜会使挖到价值88块美金的以太币，一天的电钱大约45块台票。虽然食电商，但佫属合法的挖矿设备。即马说因为嫌犯是透过偷电来挖矿，相关设备全部拢互警方敲出来客回去。他挖的是一些比较不常见的货币，像那个阿尔法币。目前初估它的金额是130万左右。11点多的时候有远端关机的现象了，好，我们现在认为你有灭证的嫌疑，警方去厝内搜查，发现23台挖矿主机甲设备。台电2月发现台中后里一个厂房甲徛街，电表流量无正常。保仪总队等单位透过电流资料判断，可能是挖矿场。现场搜查确认嫌犯为着省电钱，破坏电表，再搁私接电线，射过电表。半年来偷电超过78万度，换算成电钱大约513万。设备都是用远端去监控，然后远端的那个开关机监控这些所有的那个设备，然后如果有哪一台有稍微故障的话，他们可以重新开机。再继续挖。远端设备除了监视主机，嘛是嫌犯为着闪片对早关机使用，但也是互警方抓到。警方表示，私接电线会造成电路超载，引起火灾，搁要面临刑罚加重窃盗罪6个月以上5档以下有期徒刑等处罚，提醒民众毋通以身试法。记者陈环宇、面交关高雄报道。台湾伫白色恐怖时期，有真侪政治受难者，因背后拢有使人疼心的故事。台湾钓剧团长期以来以政治受难者的生命故事做主题，创作舞台剧。今年因推出舞台剧《开伫壁顶的花》，播演3个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的故事。
过一道壁，一边是好野人，一边是善食人。这是剧团以政治受难者简国贤的舞台剧《壁》，甲作家杨贵的创作《特别变的玫瑰》发想，创作的舞台剧开伫壁顶的花。毋过伫咱的社会安尼敢有公平，所以伊想要家己演壁拍好看，去互国民政府看到了，所以伊的这出戏本来要搁加演，怎啊去互禁止？虽然咱经过遮尔侪年这个壁可能还搁伫遐，咱还无法度去甲拍好破，但是足侪人伫拍壁，壁顶已经开了真侪花啊。开伫壁顶的花以白色恐怖时期，杨国武、简国贤、林秋祥三个点伫桃园的政治受难者为主题，讲因伫白色恐怖的故事。今仔日会当大家会当生活遮尔自由民主，毋是天塌落来，确实是足侪人流血。桃园有足侪案件的，咱今日经的这3项，就是因三个的关系，不管是因的关系也好，还是讲因住伫厝边也好，还是甚至因的案件，拢是互相有牵连。海岛演剧剧团长期以政治受难者的故事为主题，创作舞台剧《开伫壁顶的花》是人权优待元巡演计划当中的第5出，按算5月份伫5个县市举办6场的演出。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台湾的乡土作家黄春明，伊的作品丰富多元。清华大学特别举办黄春明周。黄春明表示讲，即马电脑时代，大家是愈来愈少阅读，造成文学素养也愈来愈低。伊希望会当透过活动培养学生有更加直白的文学素养。今年88岁黄春明老师是台湾真出名的乡土文学作家，其中上出名的作品有《儿子的大玩偶》。看海日子，才会小说。黄春明老师的作品要用演讲、诗歌、研讨会、戏剧这个方式呈现。这届清华大学特别用老师过去第一篇小说借一个会做主题，举办黄春明周，展现老师对土地的关怀。讲故事的这种能力是十分重要的。那我们也希望在这种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激发一些人与人的感情，跟不同的领域的合作的这种情怀。黄春明老师表示，即马是电脑时代，大家愈来愈少阅读，造成文学素养愈来愈低。希望会当透过活动培养学生有更加直白的文学素养。因为我们手机的这个 iPad 电脑一普遍之后现在很多的阅读就很少了，并且呢，写文章的人他自己直接就铺上网，自己写自己又铺上网呢，也有读者，但是呢，就是很狭隘，没有被拿出来，大家来很公平的、很客观的去肯定它的价值。黄春明老师是台湾乡土作家，也是儿童剧团的创办人，伊嘛是一个插画家，所以现场捌展出老师亲手画的龟、落雷这个红仔图作品，让大家看到台湾的文化人对土地的关怀。记者刘文和新竹报道。军庭最近伫海边发现到一只受伤的海狮，伊的颔棍有一阵真深的伤痕，是去互工业包装用的塑条的。救援小组有出手解救，只是讲咱海洋的本数已经愈来愈侪啊。医疗人员详细替海狮清理空水，这只海狮颔棍皮肤靠近的所在有一颗真深的空水。和工业包装的塑胶圈、塑胶正严，因为海狮有攻击性，所以阿根廷生物学家伫咧救援行动时阵是正细致，并且甲伊带转去包空水治疗。Ante tamaña herida que después pudimos comprobar, bueno, se optó obviamente por traerlo aquí al centro de rescate. En su momento la herida era muy profunda, pero dado los repliegues del cuello y de la posición del animal, que es un animal que está afortunadamente en buen estado, o sea, se lo ve con un buen peso corporal, alrededor de 14 kilos. Un animal activo, agresivo, que también costó por eso el hecho de poder asistirlo, de poder contenerlo. 这只海狮是伫阿根廷一个小镇的附近海域被发现，迄当阵看起来正需要斗3工。当地世界海洋基金会救援小组伫咧检查伊的空水时阵，竟然还阁伫咧伊的皮肤顶发现有一颗手指，当时发现伊有并非的症状，就开始后一段的治疗。
Cuando el equipo de médicos veterinarios lo anestesiamos, el animal tranquilo pudo verse la herida, se comprobó que lamentablemente tenía bajo esos pliegues la presencia de un suncho plástico. ¿Sí? Es otra evidencia más de toda esa basura, ese distinto tipo de contaminación que lamentablemente está en el mar, que nosotros no podemos percibir, no podemos ver, y que sin embargo estas criaturas, como el caso de este lobito, nos llama, digamos, nos traen a cuenta. 阿根廷世界海洋基金会讲，这只海狮将会留伫咧基金会，一直到完全好势为止。根据联合国10所公布的环境报告显示，即马世界各国若是让努力的透过重复使用、回收加研发代替材料三大方向来努力，伫未来20年内就可能将塑胶污染减少80%。联合国也讲，2021年全世界产生1.39亿吨的塑胶粪扫。 若是无赶紧采取行动，到2060年，全世界塑胶产量将会增加2倍，对地球的生态会造成正大影响。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4度到36度。 苗栗到云林对24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2度到30度。 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